哎呦，老公啊，几点了？哎呀，我哪知道几点了？啊？你们昨天太不靠谱了吧？怎么了？你现在给你们算账。累死我了，一晚上。哦，baby，你有没有吃过泰国春药？哦，baby，老师，干嘛呀？着急忙慌打电话叫我过来。你不是想知道答案吗？什么答案？有关王老师的答案，就在这里边，3楼。你什么都不用问我，你自己上去看看，就都明白了。如果你现在走了，就是放弃知道真相的机会。你自己想明白。如果你确定你以后不会后悔，那你现在就走。快！